之前我嘅拍檔阿瑞問咗兩期爛擊題，依家輪返到我 Rex 主持返大局啦。準備好未？開始啦！第一題，姐姐想同大家玩個燈謎，小白加小白會變成咩呢？答案係小白兔。第二題，着防彈衣可以避子彈，着救生衣可以浮水，咁着乜嘢可以飛呢？答案係雀仔。第三題，美國裏面乜嘢桶最大呢？答案係總統。第四題，從前有個城堡，裏面住咗個仙子，佢負責保存食物，佢叫乜嘢名呢？答案係保仙子。第五題，除咗吉之島，有乜嘢島係完全掂唔到海水呢？答案係安全島。第六題，陳瑞去西餐廳食嘢，見到餐牌上面有樣嘢係三個中文姓氏組成嘅，係咩嚟㗎呢？答案係羅宋湯。第七題，陳瑞飲完羅宋湯唔記得俾錢，咁啱俾小羅、小宋、小湯撞見，究竟邊個會去告發陳瑞呢？答案係小湯。第八題，麥當勞有幾多個爸爸呢？答案係2.5個。第九題，全民龜兔賽跑之前，龜同牛都賽跑過，而且都係龜贏，點解呢？答案係嗰隻係蝸牛。第十題，全民龜兔賽跑之後，龜同蛇都賽跑過，而且又係龜贏，又點解呢？答案係蛇唔算真正跑，係滑行，所以被取消資格。中秋節快樂！今日係咁先，下次再同大家玩過，拜拜。